眸经典，品味戏剧之美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上个世纪80、90年代3届粤剧大奖赛的精彩片段，让我们与您一起穿越时空，去品味粤剧名段的经久魅力。雨
回乡。听着吧，心碎草，一天虽说没见长，红娘啊，你年纪小，性子刚，为什么临日病丧？小姐呀，你心中啥句老悬当，你不给领去为头放，我今生啥不和你做平头脸？难道我前世少了团
调调去渡劫，晚风千山的从我心，倒不是把华山的几把女子放，他定为家儿来自意。见到你母亲要多把上，你要聚一聚王氏娘亲，救命命！
几届越剧大奖赛的举办，不仅为越剧观众带来了福音，同时也让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的演员们有了一次表现自我、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各个地方、各个乐团的同行同台竞技，真正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们，也就是从这个起点开始，走上了成名成角的成功之路。
亲闺女，哎呀，亲闺女呀！有请夫人小姐。何日？王家差人送来书信一封，我也吩咐请少夫人亲自查看。儿啦，想你高恩娘家怎么也是寄书信来了？母亲有女儿。官人来信非平，只因婆婆年迈无人侍奉，官人读书也要我做过孤儿教女儿吗？怎么啊？在家为师啊！哎呀，儿呐，像你今日回家，多得急用，少则不用，哪有谁叫委屈的道理？此了，对为娘息事一封，把演戏的童子一推辞了。母亲，既从官人他有书信到来，想必家中定有养子。母亲，你今日放女儿回去，女儿改日再来侍奉娘亲。儿啦，像你嫁到王家，这女也有，难道这有不嫁早与我娘家了吗？娘。
我定当与他去山里。啊，官人，请来见礼。官人，请坐。你不生我早就说了。啊，官人，你我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还没有了吗？我叫你官人，你离开救我娘子，我尚是叫你相公，那么你离开完成我一生小姐，是让你将来与了功名，我尚是称呼你老爷，那么你离开完成我一生夫人，夫妻之间连个称呼都还没有了，真正岂有此理！既然此女到离间，使得我与去难开言。娘子，常言说得好，有理不言事。来，请来见礼。好一好有理不言事，来，从前一礼，请说话。请从。娘子，你累次他飘香下来，叫我上来有什么事来？官人，你在书房这阵，在书房嘛，读书啊。读书，难道是要你用功哦？你可知书情原谅自古哦？他把你起孤人来了啊，官人为妻有义啊对，你可知自古人旁不归？你可知九月七岁把兵所还，9岁年间苦江南，13岁共不动，为丈夫理应该大树看。地方到你罢了，那么叫我上来到底有什么事来？官人，我请你正然水眉不准，不知道官人你是为了何事？这是我吗？个人是也，个人啊是我的心事有谁人知啊？
生子我心流逝，是非碰到老先生。我兰真一不眼二不知，我从小到大3年熟，我要猜你官人心中事，我要做红道的老先生啊！你既然怕亏，那么你倒猜猜看。我见你从咱自他子，我不是你的相在梦山孩子。我云长说道无错说，我虽帅过什么样子？我是你离家三去，是他乡亲。一人是二十，男儿应有四方子，何须挂虑家乡事啊？我是因我你们势力的，难配年郎的公子。你年家一朝天下的官场，我好比苦等高攀的沙不是。我是你念我兰真在脸上，害得你官人少面子。你有实力红掌到严家，就是真理神话呀，神神恩师。我是你念我兰真用宝锤，我难陪你郎一在子啊！夫妻岂可永年人？何况你娘子们冒生先子啊！
自己好悲戚。想当初怀了你语，到今朝伤心苦滋味，我枉为自古昨晚无杂落，四季山都来临，不怪不争了刀香落情团圆，看不起七分相归三分身八字浪荡无涯意，居在位上自己想，实在自己害自己。观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将继续与您分享历届越剧大奖赛的精彩片段，回眸经典，品味戏剧之美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